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读到的经节伫哥罗西书我想即个经节有时咱无拄足济机会来读，但是今仔日读的即个经节，咱敢若安尼看过，有时亲像，敢知影即个经节咧讲啥？敢有人知影今仔日个经节咧讲啥？今仔日个题目是啥？找到丰盛的生命。咱搁来读一摆咱今仔日的经节。假使你若会当读台语的，你看对一纸？台语是顶悬。若是读华语的咧，下骹。我真爱咱大家做伙来读，就是同时间有台语，同时间有华语，然后咱一字读好。所以台语的读台语咱来读看卖这无简单两种语言要大家做伙来读。预备第一节，预备来。因为我知恁知，我为着恁甲遮个住伫老底家的，以及伊若伫肉体袂捌见着我的面的，有怎样情节？来，即句咧讲啥？伊咧讲，保罗咧讲，我想要互恁知影，为着恁，抑搁遮个我毋捌见着面的人，我尽力咧做工。保罗第一句话伊先讲安尼伊讲我为着真济我无见着面的人，我还搁咧做工。然后第二节咧，第二节我要读华语的来，第二节预备来，我要使他们得到努力，能够以爱心团结。有那从真知灼见所产生充分的信心，来认识上帝的奥妙。这奥妙就是基督本身。所以伊讲到我要互遐个人会当得到鼓励，然后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会当互咱来认捌上帝。结果这个奥秘是伫倒？基督。所以你若要认捌上帝，你爱通过啥物货来认捌上帝？基督。这个是第二个重点你若要认捌上帝，你爱透过耶稣基督来认捌上帝。如果你要认识上帝，你必须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上帝。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伊家己对咱来显现。所以咱伫即个中间，咱常常读圣经，咱常常讲爱学主的款式。迄个意思就是讲，我学主耶稣伊所行、所讲、所做，然后我会当来体会，我会当来认捌着创造宇宙世界的上帝。通过认捌耶稣基督，咱才有法度来捌着即个创造世界、宇宙的上帝。然后第三节既若智慧甲知识的宝贝，拢藏伫伊。所以伊的意思就是讲，即个上帝既若有知识，既若有智慧，啥物物件拢藏伫伊。即个上帝爱透过耶稣基督来互咱来认捌。所以第三节伊讲若是用华语的伊讲，他是开启上帝所储藏着的一切智慧和知识的钥匙。耶稣基督是一个锁匙，帮助咱看透即个世间的智慧甲宝贝。所以保罗伫即个中间，用即个经节，剩的咱等一下有时间才过来看若无咱若转去会当甲伊读好嚼，知影讲即个圣经节到底咧讲啥咱今仔日所读的哥罗西书，是保罗写互哥罗西的教会遐个人的一张批信。咱圣经内底所有每一本册拢是批信，迄个新约的部分大部分拢是批信。咱读的即个是保罗所写的，伊写互哥罗西即个所在的批信。哥罗西伫倒？来看即个题目，敢有人摇会出来哥罗西伫倒？我毋知影咱中间敢有人捌去过？摇看卖，即个地图大概伫倒？科奇嘿，即个科奇。有土耳其。土耳其。所以迄个
迄个首都伫倒？迄个伊斯坦堡伫倒？伫遮吼，哦，伫遮。啊，然后即边呢？首都毋是伊斯坦堡。啊，毋是首都啦，迄个城啦吼，咱今讲的迄个城吼，迄个伊斯坦堡吼，迄个上界重要，伫中东甲现在上界重要迄个城吼，伊斯坦堡伫即个所在。啊，然后即边呢？土耳其挖亚洲的部分，然后即边是土耳其挖欧洲的部分，所以若看第二张图，咱可能会较清楚。咱摊带看迄个，伫即个所在，吼，伫即个所在摊带迄个，所以啊，即边是以色列，即边是以色列，这是叙利亚，吼，这是叙利亚，啊，这是以色列，哦，这是。我们所谓的中东啦，吼，还是讲远东吼，伫即边。啊，即条路线，就是当初时保罗第3摆宣教的路线。其实即个所在吼，即段的圣经节，咱嘛捌伫早经的时捌查过，吼，咱伫使徒行传内底捌提到，但是。可能大家印象无够深吼，因为伊内底其实伊的历史地理甲现代世界的迄个概念吼，其实诚深，咱无法度逐摆拢讲着吼。啊，保罗第3摆传道，伊就是对即个所在，哦，对即个所在，哦，推罗，啊，然后对遮去，伊本来对耶路撒冷啦，啊，然后去到推罗，对即个所在开始吼，啊，一步安尼行来到即个所在，啊，然后才对遮转。然后伊伫即个中间吼有另外一个路线，哦，伊转来是我是咧伊去是遮，哦，伊去是遮去，即边遮去，然后转来是坐海路转来，坐船转来，啊，所以咱今仔日讲的即个哥罗西大概伫即边遮，伊伫以佛所的东边，大概伫即个所在。那另外一张图可能就较清楚，伊伫以弗所的东边，大概160公里的所在，就即个所在。啊，即几间吼是保罗有去的，但是哥罗西保罗敢有去？无，哥罗西保罗无去，所以伫谈到咱第1节的经节内底，较会讲到我为着遐个，我看到啊，但是我无见着面的人，我有外迫切在为着恁来做。因为伫哥罗西书内底，伊虽然有写批来勉励遮个人，但是事实上，保罗并无去到哥罗西即个所在。哥罗西大概是即个所在。然后哥罗西下边仔有几个所在，遮就一个佛吕家，这伫使徒行传内底嘛捌提过。然后即个城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伊伫过去，伫历史上，伊是一个非常有真深的文化、科技、甲经济贸易发达的所在。所以伫即附近，伊是伫古早时代是一个足先进的地方的所在。伊包括伫即个所在，伊有青铜，伊有腓尼基人伫迄个中间带来贸易，然后伊有犹太人。伊有哥罗西犹太人，伊有基督教的伫即个所在，所以伫即附近即个所在，其实伊的人文发展非常丰富，甚至伊伫早前以后几千年的时间，伊是一个古帝国，古帝国。后来因为波斯帝国伊也拍来到遮，然后后来阁有希腊，后来阁有罗马，所以其中阁有一个土耳其帝国。所以伊伫迄个中间，即个所在伊换过真侪朝代。即款的历史甲中国的历史比起来，实在是有通比啦，这有通比。伊一个所在，伊有伊地方的特色，然后伫迄个中间，伊有无共款真侪物件伫遐一直在发展。所以当保罗来到伫即个所在时，伊是安那会写伊是伫迄个。伊写批互即个哥罗西的时，伊并无亲自去到哥罗西即个所在，但是伊知影伫哥罗西即个遮的教会，伫即个所在讲哥罗西遮的教会，意思毋是讲遐有一间礼拜堂
迄个概念应该是讲，哥罗西迄个所在有一群信主的人，愿意伫因的生活顶悬遵趁耶稣基督所行所讲的方式，然后去认捌上帝。我想即种的讲法可能会较实际，无一定讲迄个所在就是已经有一间教会，有一个礼拜堂，亲像咱安尼会当做礼拜。我想迄款的情形较无共款。但是保罗真关心因遮的人，伊关心讲，伫恁生命在行踏的过程中间，你有可能嘛会看见到真侪人在甲恁讲真侪无共款的知识。所以伊讲，你若要有认捌即个智慧甲财物，你爱去找到迄个智慧财物，就是哲学的源头，就是迄个上帝。爱通过耶稣基督的关系来找到迄个智慧，所以第4节伊伫即个讲，伫即个经节内底第4节伊讲，我用华语来讲，伊讲我说这话，免得你们被任何人用花言巧语把你们引入歧途。意思就是讲，你毋通伫找求上帝的过程的中间，然后去看到别人用无共款的想法、讲法，甲你讲我甲你讲啊。迄个什么人会当安怎？什么人伊讲的也是迄款的财物，会当，互你看见无共款的智慧。保罗迄当时伊会安尼讲的原因，就是因为伫迄当时有真侪，我们现在所谓的星象学，我们所谓的占卜术，以及其他的宗教，伫迄个中间，包括伫教会，伫迄群人的内底，一直在转世。伊互人伫遐定心去想讲，我想安尼敢对？人占星术敢若嘛是真潲，人卜卦敢若嘛是真潲。遐个物件拢有伊的能力的所在。但是你若要找到真正有智慧创造世界上界原本的，你就要通过耶稣基督来找到咱伫人生内底所有一切的智慧甲财物。所以有一句话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咱中间有真侪人拢会晓背哦，所以遮个物件就是咧提醒咱：你若要找到世间的智慧，你若要找到世间的财物，你爱去了伫耶稣。敢有人？敢有人今仔日摕到即张金句？敢有人看到？有的人有摕，有的人无摕。有的人讲，即个袂歹，我要来记。有的人伫即个中间讲，迄我拢知影。其中差别伫对，其中差别就是，遮个内底的金句是伫咱生活内底一直在提醒咱，一直在提醒咱伫人生所行的时，咱若是勇壮，咱拢无烦恼。今仔日咱欠的是啥物？咱欠的就是当咱软弱的时，当咱欠缺的时。咱伫迄个中心，咱伫迄个中间爱重新来思考。我即世人我到底是咧创啥？是安那我无用一世人，到我需要的时，敢若亲像无人会当甲我斗相共。假使你有即种的感觉，你着爱看第7点，第7点写啥？当我伫暗时起来时，我足希望有人会当来甲我斗相共。总是我找无人会当甲我斗相共的时，咱着需要遮个话语，定心诚侪咱的气力甲咱提醒。第7句伊讲啥物？咱诚实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假使有人伫伊的生活顶悬，无论是伫伊的工作，还是伫家庭，也是伫咱所行的路站，咱毋知要行迄地时，我昨伫看迄个。唐从容牧师的迄个伊应该算培灵会啊。有人问一个问题，甲问讲如何知道上帝的旨意？甲问讲传纸条，甲问讲如何知道上帝的旨意？结果伊即个牧师唐从容牧师伊无回答讲你要如何知道上帝的旨意？伊甲他讲会问这种问题的人
大部分就是可能就遇到两种问题。第一个，他要换工作；第二个，他要找对象。所以伫迄个中间，想要知影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啥物会是上帝的旨意，我无法度甲你讲。但是我会互你，咱编号第一个，咱顶礼拜咱嘛伫即个中间，大家做伙念的。编号第一个讲的是啥？诗篇119篇150，伊讲的是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毋知影上帝伫我生命中间的旨意是啥物话，但是我要通过上帝的话，搁一摆坚定我的信仰，对我家己讲。圣经的话是要对咱家己讲，莫摕圣经的话去指责别人。对我家己讲，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爱将咱的心思，伫咱找求咱家己的道路的时，咱反倒爱将咱的心思放倒来伫上帝面前，上帝的话语，去找到伊的应允。因为第二句，伊讲啥？因为出于神的，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当我伫圣经内底去找到上帝的应允，成做我生命的帮助的时，我才有法度伫迄个中间来肯定讲，上帝伊真正是我的牧者，互我无欠亏。我想伫即个中间，咱做伙伫遮来背要读遮个经，毋是食饱收业。我想咱中间真侪人拢有真侪才华。我想咱中间真侪人拢读遍万卷书，甚至行超过万里路。咱的聪明智慧伫世间内比，绝对毋是小看尔尔。但是是安怎伫即种的情形，咱搁要重新搁伫即个中间，要来找起上帝的话语，要互咱伫逐礼拜中间会当留上帝话伫咱的内底。因为当咱拄着代志的时，当咱软弱的时，咱期待用上帝的话语，成做咱的开力甲帮助。伫最近，咱教会有真侪会友，毋是开刀、急诊，就是身体欠安。有真侪时，咱伫咱所行的路站，咱嘛会问上帝啊，是安怎是我？你敢袂当互我有搁较好的？我拢伫你的面前服侍你，我拢照你的意思咧奉献，我拢伫你的面前来成做你的路用。啊是安怎到我需要欠缺的时，你乃无甲我三角地地，你太互我跋倒。上帝啊，是安怎你互我伫我欠缺的时，你互我孤单。上帝啊，是安怎伫我拄着遮个情形，我无法度处理的时，你是安怎无替我出声？我想有时咱会伫即个中间有真侪无共款对上帝的期待，但是搁较重要的是，当咱对上帝的期待中间，咱用什么态度来看待咱今仔日所拄着的？今仔日伫敬拜赞美中间，有香衣长老嘛，伫迄个中间嘛有讲着，讲咱的安全感建立伫倒。有时咱的安全感建立伫咱的能力，有时咱的安全感建立伫咱的财富，有时咱的安全感建立伫咱的家庭、家族、囝儿孙仔的身上，有时咱的安全感建立伫咱工作，也是建立伫咱的提现金的中间。但是今仔日上界重要的是，咱的安全感必须爱建立伫上帝内底，咱的安全感才会当真正得到安全，真正得到平安。有一句话讲：靠山倒，靠人呢？靠山倒，靠人我学的是靠人跑。靠山倒，靠人跑。然后呢，最后一句嘞？靠上帝，永远不倒。有时咱的安全感，咱会建立伫咱的能力，建立伫咱所需要的物件。
但是真侪时，咱无法度把遮个物件会当无共款。保罗伊今仔日写批互哥罗西的教会，其实伊就是咧甲哥罗西的人，伫遐的基督徒追求耶稣要来认捌上帝的人，甲伊讲：你毋通将迄个对上帝的认捌建立伫世间的财物，甲世间的能力顶面。你着爱去超越遮个物件，去找着真实背后迄个智慧的上帝。因为伫哥罗西即个所在，其实伊是非常有文化，非常有科学，伊伫经济发展顶悬也非常悬。假使你若有兴趣，其实旅行团拢会带去土耳其即个所在。但是伊拢互你去看迄个遗址哦，伊边仔有一个迄个老底家，伫咱今仔日读个圣经在内底嘛讲着老底家。老底家伊嘛是伫迄个所在世界遗产内底一个重要的遗址。问题是，当咱去到迄个所在时，咱嘛会当去有一种的体会。今仔日人用知识财物来起造即个城，会当成做世界的遗址，但是人的平安是毋是有继续留存伫遐个人的心情？人的能力所做，人的能力所靠的，拢已经倒存石头。但是独只有上帝话语这本圣经所带予人的，是伫生命顶悬加添生命的快乐。这是咱今仔日伫即个中间，咱所需要伫遮来追求。哦，只有小可走吼。生命的心甲牛差伫倒？生命的心甲牛差伫目的无共，生命的目的无共。差伫方式无共，差伫生命的信念无共。这是顶礼拜翕的吼。听讲啊，坐伫内底人吼，即个姓洪的家族吼，本身拢足有音乐艺术的才华。听讲伫即个中间吼，伊家己就会当组一个迄个伊有能力的，有合唱团啦，有指挥啦，有唱歌的啦，天啊贝斯啊是迄个 soprano， 逐项拢有啊。我想有真侪时。人的能力甲才调是建立伫，人的安全感是建立伫人的能力甲才调顶悬。但是有搁较侪，当咱生命咧改变的时，咱的能力甲才调是要做啥物路用？当咱是做上帝路用的时，迄款的结果完全无共款。当咱的能力甲才调，毋是为着家己来争取搁较侪的福利还是权利的时。咱的目的改变，生命的质就改变。当咱生命的目的是为着上帝来活的时，咱所活出来的气味就无共款，咱的方式就无共款，包括咱的信念就无共款。有一摆伫台湾有一摆去到会友遐咧看的时。伊是因为跋倒，然后去到急诊室，头壳落一空。伊迄个是因为跋倒，所以全伫倒落的时，弄着迄个柜子，迄个是金属的柜子，弄着迄个角，头壳全落一空，全天不能接。结果伊讲啥物嘿？伊讲吼，有够衰，拄好跋倒的时吼。去弄着迄个角，所以较会头壳一磕，天不能接。结果去的人阮去的人，甲遐个长老去的人，伊讲感谢主，弄着头壳会天是，弄着目睭就无去。偏偏是一个跋倒，是安那信念会无共，看代志的方式会无共，是安那偏偏是跋倒，拢偏偏是着伤。总是当咱用上帝话诚做咱的帮赞的时，咱确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我相信伊就是带领我的人，我也相信伊要伫找见天使来甲我保守。所以，就算讲是我跋倒，我弄着的所在，还阁会天日。我毋是弄着目睭就失去我的目睭。亲爱的兄弟。当咱咧面对生命中间的挑战的时，有真侪时，咱无法度决定咱要拄着甚物款的境遇。
但是咱会当决定咱要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咱的境遇。今仔日上帝遮的话，圣经所写的遮的话，就是要互咱的心神重新得到开展，用上帝的话语帮助咱赢过生命中间的挑战。就算讲，互我下暗困袂去，我嘛要感谢上帝，讲上帝啊，感谢你，互我下暗困袂去。然后我掀开圣经，我看到一节你所要想述我的话语。咱嘛会当讲上帝啊，感谢你，你互我即摆虽然拄着需要开刀的事，但是通过医生护士，甚至是囝儿的照顾，互我看见你的恩典，甲我三甲二地拢无离开。咱会当用无共款的心情来看待咱所拄着无共款的代志，这决定咱要用什么款的心情行后一步路。咱嘛会当讲，上帝啊，你若想使我有健康的身体，互我会当对正开始，还阁会当为主来做工。我咧每一日就是要学到你，我就是要见证你。我想咱所看到的，都毋是身体的衰弱，总是咱看到的是我还阁有阁加一工的时间来见证上帝的名。昨知影咱石华团契有聚会，我毋知影咱敢有看到即届的物件。即个咱有看到啥？即个无算啊，这是幼稚园的啊。咱敢有人去看迄个上达兄伊所刻来遮的资料？敢有人去编遐个资料？迄是伊迄落RV 露营车，伊讲伊打开始的时人甲教，人要甲带，所以有准备真侪资料。结果无拍算，伊第一摆要开 RV 出去的时，甲带迄个人全，毋是啥物问题，全需要转去台湾。咱敢有听到即段？咱无听到即段，就是讲伊要开露营车，要北美安尼佚佗的时吼，其实伊是有一个人在甲带，在甲教。结果无拍算吼，第一摆要做伙出去的时迄个人全雄拄着代志，爱转去台湾。伊就讲凯，你要带我的人，要带我去佚佗的人，全放我一个人伫遐。所以伊全开始用无共款的态度，本来是要缀人去嘛。全来变做安怎？变做家己去嘛。家己去了，伊阁有撞到其他熟识的朋友，后来就定定安尼开车咧耍。咱伫遮的资料的边我毋知影咱敢有人去看到伊边有一个背包。有个人有看到即个背包吼，即个背包吼，带着足侪啥物？国家公园的迄个马克啦吼。伊即骹。敢有人知影伊即骹袋仔是啥物袋仔？其实伊物件真丰富啦吼，伊即骹袋仔是迄落放相机的袋仔，放照相机的袋仔。但是伊只要去到一个公园伊就安那，伊就搭一个，伊就搭一个。即骹袋仔大概搭甲得要满啦，知伊要换袋仔。当咱听伊伫遐咧分享的时，我毋知影咱敢有注意，伊毋是讲着伊会当开车开偌远，伊会当偌深入，伊会当看见有啥物款的特别的物件。伊毋是伫迄个中间去共讲，伊会认定有偌强，伊会当家己安尼走。总是伫伊所讲的话内底，互我听见几句话非常重要的，就是伊讲。若无亲目看到，真正毋知影上帝创造遮尔奇妙。所以行遮个路是为着啥物？行遮个路是要为着见证上帝的荣耀。我毋知影咱敢有伫迄个中间听伊伫遐咧讲，讲着环境的保护。伫迄个中间，上时也是咱台湾人需要来检讨，咱怎样款待咱家己的乡土台湾即个土地。咱检采无亲像北美的国家有遮尔广阔的土地，
总是咱是毋是会当伫迄个中间，搁较珍惜咱所有的？我想当今仔日用台湾甲香港来比的时，咱会感觉讲，伫台湾的还阁是算真幸福的。但是伊的意思，即句的意思，并毋是讲台湾无经历迄，只不过是以前的人替咱已经排着遐个重担，互咱现在遮的人会当享受到伫台湾的自由。过去真侪人已经为着台湾即个土地付出代价。只是有时啊，咱无纪念迄个，咱袂记起。亲爱兄弟，请问你的存在是为着啥物？你的存在是为着啥物？当咱伫生命中间，咱是要去找迄个搁较丰盛的生命，但是要安怎，互咱的生命会当搁较丰盛？若是根据咱今仔日所读的经章，以及咱伫即个中间所要找到的答案，就是咱爱用咱家己诚做见证上帝荣耀的器皿，用咱家己本身来见证，毋是用我的能力来见证，总是用我的能力来见证上帝的荣耀。今仔日假使你会当有才调，比人较欢喜，你是为着啥物？昨接盘的时，嘛有即段，可能有个人有参加的，就会知影。我从来无看到讲咱教会有人会当跳祭啦，但是咱伫圣诞节的中间，咱会当大家互相来期待。亲爱兄弟，要安怎互咱的生活更较丰盛？要安怎互咱的生命更较丰盛？第一个，爱为着咱逐工所看到的代志，欢喜快乐。即句话听起来敢若真简单啊，但是事实上无一定啊。因为假使吼，今仔日透早起来，人甲你讲吼，迄落敢若大政府感谢你的贡献，所以你今年退税1万箍，咱当然嘛是欢喜嘛对无？哦，咱当然嘛欢喜，这凊彩一个人拢会欢喜啊。但是假使你若透早起来吼，你发现讲你的正面袂顶重。你敢阁会当为着每一日所看见的事快乐无比？我想这就是真大的挑战。请咱做伙来学习，咱毋是为着好的事来感谢上帝，咱也为着咱所拄着迄个重担的事、艰苦的事，咱嘛要来感谢上帝。第二项，这是迄个手机内底的代办事项。在代办事项中看见丰盛的生命，这句话是啥物意思？意思就是伫咱每一日例行的工作、例行的工课中间，犹原看见着生命的欢喜。我想这句话，我是对，嘛是咱教会会友学的哦。伊讲着伊种迄个，我甲问讲吼，讲你种即个物件，即个园啊种遮个花吼。你才会遮有兴趣因为我家己本身我无兴趣种物件，我无迄个耐心嘛。我感觉讲我阁有足侪物件要无用，你要叫我逐工顾迄个花，逐工去压水对我来讲是足大的压力。所以迄阵咧租厝的时我租厝有2个条件，第一个袂使有人行道，因为我无爱吐穷；第二个袂使有草地，因为我无爱割草。这是我袂爱做的啦。但是即个人，伊每一工的中间，伊就是伫遐咧种花吼。咱中间可能有真侪人，拢会当开真侪心思伫迄个花园，伫迄个园艺，伫迄个garden内底工作。虽然这看起来敢若是每天的例行公事，但是请咱会记住，咱共款伫迄个中间看见丰盛的生命，茫看见你手所种的遐个物件。当你将你所种的遐个物件，若是开出来一蕊花，摕去甲人分享，生出来的菜，摕去甲人分享的时候，你的见证就伫迄内底。所以，就算讲你是开时间伫你的家庭内底，当伊咧收成，当伊咧大长，当伊咧开花的时，你所需要做的是啥物？将你每一日伫遐付出的。分享伫无共款的人身上，因为
迄是丰盛的生命。第三个，你的生命若要美好，每一日拢爱有主的应允，甲你相甲伫地。即款的应允，包括咱欢喜的时，有上帝话通感谢上帝。即款的应允，包括咱伫拄着困难艰苦的时，会当用上帝的话来安慰咱家己的心。若是你要有即款的应允，甲你相甲伫地，咱就需要常常读上帝的话，啊无你无半句。所以，请咱大家毋通看轻即张。这毋是只有一个考试，甲你讲你若背了，你若初考有题，你会晓，要互你一个奖品。奖品无重要，今仔日上界重要的是，当你的头壳内底有上帝的话语，当你拄着代志的时，你对即内底去找着一条来安慰你的心，你找着一条来鼓励人的心。当有人敲电话甲你讲啊，我有够衰的时，请你对即张内底找着一句话讲。邀我是你的牧者，你就无欠亏。即张是要互咱伫生活得时不得时的时，拢要学习学乐感谢上帝。第四项，生命若要美好，爱放下担当。进前讲道捌讲着，爱有三个叫做断舍离啊，爱放下你的担当，来享受生命的美好。咱的生命无一定逐工拢美好，但是担当若放下，你生活的担当就轻一半。担当若放下，咱才有法度去享受生命的美好。就算讲是伫看医生的路里，拢有可能互你看到一幅真水、真好的图。假使伫你看医生的路里，咱拢会当感谢上帝，咱阁有啥物话做袂到？伫过去有一首歌叫做《每个新的早晨》，新，每个新的早晨，神对我奇妙的爱更加被新鲜，他的心是广大。他的爱很长，他的救赎伟大，从高天实下。最后两句做伙来唱。每个新的早晨，神对我生活灵命更加被新鲜。愿咱每一日。伫上帝面前，拢是新的早起。愿咱每一日，拢是享受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到你下暗要困。愿咱每一日，拢是用上帝赏赐咱的每一日，成做伊的见证，成做服侍伊上界水的见证。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自当你通过保罗写批互哥罗西的时，来提醒因爱去掉伫主耶稣基督，安尼会当找到世间的智慧以及财物。主今仔日，阮也要伫即个中间来勉励提醒阮家己，互阮通去掉伫主耶稣基督，去掉伫上帝你所赏赐的话语甲应允。然后，阮要伫阮的生命中间得到更较丰盛的生命。主，阮恳求你，伫阮活地，阮就要学乐；伫阮倒地，就有你的保守。当阮来到伫你的面前，就成做你所使用的器皿。当阮离开你的面，就互阮搁一摆想起，阮要倒来到伫你的面前。主，愿你伫阮的中间，甲阮三个做伴；愿你伫阮生活每一日拢成做阮的帮助；愿你的应允伫阮的心内，对即世教永世代无煞。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